代表嘅係奧德有限公司嘅李善婷，有請。哇！咁大雨嘅，哇！我10號風球啊，而家哇吹到企都企唔到，頭髮甩埋，哇真搞唔掂，哇！點算啊點算啊！唔啱，我係李善婷，而家係一節桂綸鎂嘅特別新聞報導。近日有市民喺10號風球期間，假髮被吹走啊！為咗拎翻個假髮，不惜做出危險嘅舉動。我哋即刻去現場睇下發生咩事先。風球下有市民假髮被吹走。先生，請問呢度做緊啲咩咧？但係而家10號風球喎。風球邊有頭髮緊要啊？哦，但係咩驅使你一定要執翻個假髮啦？現場情況嚟到呢度，交翻俾1號廠1號同事 Amelia。1號廠1號同事 Amelia 繼續為大家報導。面對呢股頭髮嘅危機，全港市民都好關心，到底點樣可以留得住髮絲、守得住信心呢？唔使驚啊！我哋而家已經喺呢一個頭髮危機嘅現場，即刻去為大家睇下發生啲咩事先。我哋仲揾到啲重大嘅線索啊！咦？呢度有條髮際線喎，睇嚟我哋要衝過佢先得啦。好啦，你數啦喎，1、2、3，衝啦！哇，好光好殘眼啊！大家，我哋發現一啲不明嘅反光物體啊，即刻去探咩嚟嘅先。咦？原來係游到發晒光嘅頭皮喎！呢種程度，夜晚燈都唔使開啊！但係唔緊要，我哋有一個重大嘅線索，就係呢一個桂綸鎂嘅滋養控油系列啦。佢可以幫頭皮做翻個深層清潔，仲可以回翻清爽嘅狀態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要幫佢用一用啦！捽，靚翻晒啊！又白雪雪滑捋捋啦。好，我哋去另一邊重作佢。我哋發現有頭髮出現又扁又塌嘅跡象，睇嚟要幫佢做翻急救先啊！哎呀，好似真係唔得喎，點算呢？唔緊要，我哋揾到一個非常重要嘅線索，就係呢一個豐盈黑潤系列啦。佢可以幫頭髮回復翻豐盈嘅狀態，仲可以令到佢烏黑油亮啊，靚翻晒。我哋仲發現有市民因為長期染燙，搞到啲頭髮成把草咁啊，仲係咁甩頭髮添。但係唔緊要啊，我哋揾到個重大線索，就係呢個養潤護色系列啦。佢可以幫頭髮延長翻你染頭髮嘅顏色，仲可以修復翻受損嘅髮質。呢度全部嘅洗髮露都係 pH 5.5至6，夠晒溫和㗎。但係如果大家仲想解決完美解決呢3種嘅頭髮問題，咁就不得不要介紹呢2款嘅急救神器啦。呢一支睇落係一支普通嘅水，但佢一啲都唔普通。佢係叫做頭髮復活水啊，正名叫做防脫養潤健髮液。係咪以為用完之後啲頭髮會翻到嘭嘭聲呢？係唔會㗎，頭髮係唔會生到嘭嘭聲㗎。咁佢係一支可以搽喺頭皮嘅高濃度精華，用完之後頭髮就好似飲補品咁樣啊。OK 㗎，好補㗎呢支。咁另一款就係叫做水光小藍瓶嘅角蛋白水分修復噴霧。朝早有時覺得係咪有啲打擊㗎？下晝會有些乾燥嘅時候就可以用呢一支，用完之後就可以做翻個急救嘅效果。聽到嚟呢度係咪覺得咁多款又唔知點樣揀？唔緊要啊，大家望下後面，係啦，後面轉咗少少，其實就係桂綸鎂3E38至41號嘅攤位，去到嗰度可以做翻個免費嘅頭皮檢測，咁你就知道你而家嘅頭皮係咩狀況，同埋適合用咩產品啦。現場嘅頭髮危機就解決咗啦，不如我哋都跟進一下較早前各位市民呢係而家情況係點啊？我自從用咗呢個桂綸鎂嘅產品護髮素洗髮露之後，你見下佢頭髮而家幾咁飄逸，真係非常之好，冇晒啲禿頭問題咧。之前嗰個禿頭禿得幾緊要啦，而家。接下落嚟
嚟係一節美髮天氣報告。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，日早晚稍涼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。現時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76%。冬天頭髮有啲乾燥，記得可以用返歸完美嘅水光小蠟瓶，幫頭髮補充多啲營養。歸完美新聞報導嚟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每日都有靚頭髮、好心情。我係1號李善婷 Amelia， 一節新聞報導完，我哋後會有期。記得要投我1號 Amelia 李善婷1票啊！記得啊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再俾掌聲啊！